403花莲大地档，其中一栋伫兴元路的旧花王大饭店，因为当时经过鉴定未遂有危险，所以暂时免拆。不过到今都已经9个月过去啊，到底是要补强，也是规气要拆掉，是拢也未决定。居民就烦恼讲，若时间搁拖落去，恐惊会搁出意外。 伫花莲市府一栋朴实的建筑物，伫控诉矿山强烈地动了，顶下卡的梁条啊拢有裂开情形，内面的钢筋拢变形。业者惊会倒来，用钢骨甲伊拆掉的，也毋过说来是要拆也是补强，也毋知。附近的民众拢惊惊。因为这边轩辕路其实是连接花岗国中，不管还是花女还是明里的主要干道。那其实在上下学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学生还有家长都会从那边经过。那大家看到就是觉得说还蛮危险，因为下一次地震不知道会什么时候来。 县政府讲，这栋建筑物伫第一时间经过评估了，也无到强制拆除的危险建物，也毋过爱考虑到附近辖区人车拢真多，所以会当依照建筑法，针对影响公共安全有立即危险的建筑物办理强制拆除，会当补助100万。到它的建筑物它的量体可能高过于一般我们透天住宅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走楼地板面积，它可以来跟县政府提出它的这个诉求跟申请因为它比较特殊啦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个案来送善款委员会来做一个讨论。出租时间议员陈情讲，这栋建筑物伊拄则买就拄着地动，即嘛无法度做生理，怪负担贷款，实在无法度付超过100万以上的拆除费用，而且说落来还有中间的问题，希望善款委员会会当用专案来斗相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